發生呢場大火之後，我本人同埋整個特區政府都十分重視場火。我哋沉痛哀悼殉職嘅消防員，我哋都慰問受傷嘅消防員。我哋同整個社會一樣，高度肯定同埋感謝佢哋嘅付出，佢哋嘅工作。我個人認為，至少呢兩位殉職嘅同事呢，係應該得到勳章嘅。至於7月1號香港回歸紀念嗰日嘅活動呢，我哋嗰日嘅酒會會取消嗰個表演嘅環節，晚上同埋其他日間嘅民間團體辦嘅慶祝活動呢，我都唔參加。除此之外呢，我哋會喺不同嘅場合，用不同嘅形式去悼念殉職嘅同事，表揚佢哋同埋其他同事嘅奉獻。